新教魔都六合魂。毕中比当对金蒙主之战，可虽是毕中比心中所具着的竞争，但是金蒙主自出力天炎五法之后所具着的手，也是毕中比啦。双方竞争了300回合，难分胜败，旗鼓相当。金公主干明手快，伊知影这个毕中比所赢惊天魔刀厉害，所以这个盾刀唔该卡住，就这变成两段，只有小闪来这个应付对毕中比的攻击。双方5分难分胜败，就是一人砍一步底牌。毕中比火蹦路着未发。同时，金公主砍一步就是12剑未正使用，因两人共中出征，正中出击，一触就分胜败。这个时阵，收过来，徒弟你赶紧闪开。师尊啊，无你的代志就闪开啦。恁师来应付。师啊，这都无你的代志，你修道人莫管因事了。徒弟，我咧讲你无咧听心。卖啦，师傅，服我啦！这个办法我做过无受地单调，绝对标你。师傅，你要阻碍我的记录。你也会记歹当具体，敢有可能胜过对惊天魔刀呢？哈！啊，你讲袂听你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安尼看你要来替死的款啊！卖走，对。六合的功力3分已经剩2分了，来人啊！击杀！好，对啊！好，打！六合的金光已经死了3分，现在这乌都出手对来击杀，六合只有忍耐，躲避外，别无他法了。哈哈！比功力气抗力尽，但是点出着伊最高端的神通，就是忍耐。六合逃走来到这个所在，就是天心桥头。突然间，在天心桥头的所在，光芒万丈，水气压压。六合比了这金光所盖大事，伊原然就是神像一般，一步一步登上天心桥而去了。
这到底唔知什么关的秘诀？神秘中的神秘。令我走我丢啦！啊，刘合已经去互这个蒙武给砍掉了，也无看啦，无看你哈，搁对嘛无甲抓咧？迄边到底唔知带什么蒙矿窟啊？将这个详细情形来禀报给请我新军知影。哦，等来报告。方才伫桥头看到一个黑黑老者，为什么瞬间伊的形影消失？哦，黑黑老者，多谢你的救援。你的面容，哎，爹亲心，阿爹，白囝压迫束手，如今来到这个所在见面，阿爹。你还阁活在世间，今日一心欢喜，一心也是伤心。今日不孝，袂当在爹亲的左右风事，又放下爹亲在沙漠受流苦，甲你行役，望爹亲舍囝不孝罪亲，爹亲啊，形影又消失，为怎样我的爹亲？默默不答，为怎我的爹亲只有拿着一支宝剑，拢无讲半句话呢？爹亲，你是到底人，或者灵魂？爹亲，希望你再度现身，我看卖就好。爹亲喂，爹亲啊，爹亲啊！天心桥从前过后，无人会当上这个天心桥啊！今仔日，敢若我的徒弟六合会当上这个天心桥，因为怎样叫做天心桥呢？相信海峡仙师以及广大真仙别旁，你也真了解吧？是，天道甲人道合一，为之天心哦。所以人生在世，爱修这个天道，爱修人道。天道与人道合一，安尼才有可能上天心桥。就是六合才做会到，其他的人无法做得到啊。是啦，我的徒弟，伊最孤单的神通就是忍耐，忍耐无开杀，才是最孤单的神通啦。哈，原来就是温世主道兄，你教导有方啊！哎呀，见笑见笑。毕中毕也是我的徒弟，六合也是我的徒弟。哦，道兄怎样体髓呢？因为我一门传六道，毕中毕可能是六根呢。伊今仔日受这个赤我利用，做第一回杀手，杀害了三教这教导不计其数，陷害善良，真是使我头痛。今仔日要求这位道兄下山的目的，就是要保护咱的徒弟六合安然无事。基础。也就是特别来驱逐这个毕中毕。咱三个人来观看毕中毕，看伊所用的功夫到底是多一门路，安尼自然就会知影伊到底是谁咯。言者有理，道兄在天心桥上这个黑黑老者，差不多3年前就出现了，这个是毋是六合的父亲呢？哦，道兄，天下三大疑问呢。第一就是黑黑老者是毋是六合的父亲？第二个疑问就是乌鹰是毋是阿霸王？第三个疑问也就是毕中毕是毋是六根呢？无毋对，这也就是咱三个人所要追求的目标啦。喂，米虫，哦，现地毕中毕请坐吧，莫称兄道弟。我甲你交代的事你拢无做吼。啊！现在时间只有剩2天尔，你若无掠太子将功赎罪者，请我组织来这甲你抄家灭族。跳！系啦系啦。哈哈哈！啊，丈人啊，咱是安那
我烦恼，你也咧烦恼。当然我也咧烦恼啊，一人烦恼一款拢无相款。你是咧烦恼啥物啦？已经难尽。哈，小可代志，甲你讲你免烦恼，你来安尼，这个当作委任我就好啦。现在你有啥物良策可解脱这个困难呢？有啦，这个良策安尼啦。总是我较早伫咧做贼，吼，迄过去啊啦，吼。俗语伫咧讲，既往不咎。也即马都是重新做人啊，你咧，所以我尽量特别报效国家，特别对社会啊做一寡有有益之事啊，安尼才保我前程保会过。我较早虽然伫咧做贼，但是我毋捌害人咧，我只有安尼吼，消贪就对啦，消贪就对啦。好啦好啦，过去的代志莫搁讲起，要你即马是要安怎做？你讲一个计划，互我听看卖。也都来化妆做太子殿下的模样，你咧，吼，也互丈人啊你掠起来，对。也甲顶咧修车，吼！你讲你要去嫁，要甲押去做，互车娥甲我修理。也定着呢，中间若有人来救就救啊，也若无人来救，我牺牲嘛无要紧呢。即摆天下间大家拢知影讲太子已经就是去互你即个米虫掠着了，也安尼车娥就会当甲你将功赎罪，全家人就免死。也毋过你会真受苦呢，头仔紧，这就是杀身成仁嘛，对毋对？舍己救人，这叫做施行大德。人联合善事都做会到，我阿玲也做袂到，对，平平一个人嘛，是毋是安尼？阿刘，对啦，一句话伫咧讲，明将暗出，吉将卫生。我这两日人无洗身躯啦，所以较无卫生。毋是啦，我是讲吉将卫生，就是讲迄个清洁的物件，就是对这个有为物件所产生出来。也就是讲，这个鸡母虫啊，真垃圾，但是有一天，伊会变化做树神呐，树神是真清啦。虽然你是贼啦，但是你今仔日已经洁身做人，你就是一个善良咯。好啦，莫甲学了啦，赶紧的啦，来化妆，敢会成？会啦，我喙手收咧哦。你甲看啦，我化妆术袂歹啦。好，准备。元帅化妆起来不离烟头呢，这都是易用术的，化妆起来真烟头。也毋过你的声音嘛，甲你咧讲话毋通安尼七吐八吐。太子是一个金鸡玉口，伊是皇亲，所以讲话都爱较文雅咧，才袂漏开啊。文雅，我专门的文雅哈。讲当姜太子的肌肉啊！讲安尼歹听啦，讲了我较低调咧，安尼莫牵很长。讲就是当姜太子，哎呀，恁这歪道啊！哎呀，杨道啊！杨道吧，妖道啊！所做的代志伤天害理，想得要谋夺大明的江山。哎呀，有一日你会受到天谴的报应了。安尼个小可你爱用你呢？来了。哪个呀？赶紧的，甲顶落修车，特别下来互车娥新军甲伊问罪啊！哎呀，你这杨道啊！行，边首领，咱这个山外所在有人太子特别经过，哈？有人太子特别经过天守门，车娥新军交代，一定要将这个太子甲带回转本部。来，再判安理同，在明日下山，咱来甲查路，叫伊将囚车登来天守门，不得违命。出命！但是我咧交代，你做我的徒弟爱遵守三规。我知影三规什么？照镜食死。涉机密食死，控令食死，对，千万你都要守这个三规啊！赶紧去工作，遵命啊！对啊，山高必有贼，领尽灵生妖啊！还要过这个山头爱注意啊！喂，囚车内面是毋是东江太子朱基玉？是哦，赶紧将这个朱基玉上天守门。你到底什么牌？你这好大胆，敢想要来太子？车娥新军的交代。安尼
安尼无你甲压去吧，压去吧吼。来呀，赶紧压上天秀门啊！哦。在半岛地界盼望着红西六合的相见，同时东宫太水也非常担心六合的安危。轻浮风雨啊，殿下千岁，唔知何时何日才能见到贤卿六合呢？无偌久就会到位啊！这将近南城地界，这叫做金沙镇啊。哦，赶紧入这个金沙镇，找客栈安心吧。娘子啊，我来了。啊，暗察大人啊！哦，三无怪客老前辈哈，有啥物情况？我讲互你听。哇，现在啊，那六合大战抢我新军的代志听说了。好，上天心桥啊，伊的性命如何呢？大概是安全无代志。天心桥顶面有迄个神圣伫咧甲伊庇佑啊，这是无啥要紧啦。但是即马有一个天大地大的事情，我若讲互你听，你会感觉真惊吓咯。哦，什么事情？快说来！哇，风声真大，无论是江湖莅临啊，拢总知影讲东宫殿下去互掠去咯。哈！东宫殿下去互掠去？哈咯，啊你赶紧设法，好找找殿下。哦，啊我就赶来苍凉，若无来去苍凉，会去互这壁中壁咁样结蛋掉咯。啊，拜拜，过是。这位老侠客可能是毋捌国王呢。是啦，殿下。伊毋捌看过殿下千岁，所以伊毋知影。毋过武林有这个风声，可能是有人化妆做殿下的模样，去互这歹人掠去嘛。那安尼，这个是尽忠爱国青年，国王若是有遇到，一定该封赞。无错，入这个金沙镇，找客栈安心啊。带路，随我来。你甲看我的功夫，甲这个比中比较起来如何？甲你看起来是5分5分啦。不过唯一的缺点就是讲你举这支刀，啊，伊所举迄支就是惊天魔刀啊。啊，你这是歹当具体，所以呢要取胜有所困难。都是安尼，总共嘛是你的唔对。啊，你到迄内刀吼，甲换去，啊，举这支互我，叫我唔通开杀。啊，这支根本吼，杀人都杀袂落去。但是结果你嘛是开杀。一大盾刀塞内手啊！唉，杀人人杀，非常可怕的报应。为师无希望你开杀啦。一旦冤仇人分中魂已经低调，你也无需要搁再落这个江湖喷破咯。师话你讲哪对啊？国家兴亡，譬如有情呢，啊，请我组织未情消灭，六合神书吼，安危未卜啊！咱哪会使坐点点啦？对。公安的嘛受理啦。报。昆仑四座到位，四座到。报。报。
三大名士到。三大名士是六合仙师的师傅。哈，哦，三个拢是六合仙师的师傅。是啊。哦，一个拜三个。无毋对，头前擂鼓，烧正香，点数茶迎接寿。众位道兄欲加光临失敬，何罪之有？我今日诚心诚意，要来赞赏你的徒弟一口宝剑。哈，哇，师祖啊，你要赞赏我的宝剑哦？然呀，一口宝剑叫做龙泉剑，春秋战国至宝呀。三个四绝之妙，切当断体，砍金下玉，一口剑若互你赢咧，特别收伫壁中边，易如反掌。哇，真多谢，真多谢！老前辈，你也气邪归正安尼吼？然呀。拜三大名师来者有何指教吗？阮三人已经发现赤鹅的走屈，就是在浑元乌地界。也若安尼真简单，咱5个人合作来收治赤鹅，必定成功。言之有理，咱5人合作收治赤鹅，同时金王子你收拾到伊壁中壁，绝对成功啊！安尼好，进行工作。早死，慢出来慢死，要若烧慢出来，你就艰苦死哦！出来！这次咱两个第二次会啦！小小红天大敢上山擒虎霸，大梁未变有千水盘起下，我惊天波涛，我龙泉不点。我5人亲进，分作金木水火土，摆成5行阵，收治赤鹅。嘿。